为529首。让我们一起预备心，进行等一下的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同再次的聚集在这里，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领受上帝的爱，并且满满的恩典。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开口敬拜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少年人看一生，老年人要做。
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主你的
论需要我，坎坷也会过，做无啥物会通拆散，主你的行，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会通拆散，主你的行，主你。无啥物会通拆散，主你的行，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会通拆散，主你的行，对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会通拆散，主你的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与过犯。许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忽略你的心意，也在言语与行为上得罪了你与其他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回转归向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即使我们不完全，你的爱仍然不离不弃。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反而以恩典、慈爱拥抱我们，用慈爱引导我们回到正路。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使我们在悔改中仍然有盼望，在软弱中仍然得着力量。求你帮助我们从今以后活出更新的生命，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孩子这样恳求祷告，是奉靠天父你的圣名求。弟兄姐妹一起坐。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苦寒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调记你，因着爱看见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现在即点咱同齐来起立吟圣诗。160首诗客，我需要主。
者，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的牧者，是阮的石盘，是阮的盾牌，是阮的阳光。即时，阮要宣告，即个时代是耶稣的世代。阮为阮教会真多的事工，阮来恳求上帝，你来坚固阮牧师所带领阮的同工，甲所有的信徒。同齐要来起造阮的教会，求所做的一切的圣工，伫上帝你的面前得到坚固甲欢喜。阮即只阮也为阮今仔日的圣日是阮大众环保中心的奉献主日，阮真欢喜，阮有甲即个圣工有份。阮也恳求今日伫陈以志牧师。伊会开听上帝圣经的话，甲圣神的感动，将阮心里所有的感动，成做行动。阮成做上帝你的学生，因为阮心切切羡慕你，求主永远踮伫阮的心里，时刻甲阮伫咧。即个时阵，阮心安静，像。喙干困苦无水的地，阮少念你，阮切切羡慕你，因为阮要伫你的听的内面看见你的权能甲你的阳光。信神催逼阮安静阮的心，较无你的话，互阮得到上帝你的造就甲欢喜。敬虔拜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受赐阮平安。阿门。即只咱要来启应，今日的启应文是伫29篇，咱掀开圣经后壁面，信息后壁面，启应文29篇第1051页，兄姐显着我来启咱同齐来引。因为无通指责。做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做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寻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煞接，咱要今日上礼团契要带领咱来献诗。主啊，我要跟对你。
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我相信这上帝团契因的心声，也带领咱，搁再一遍伫咧上帝的面前立誓，将咱每一个人的一生献予主，成做上帝欢喜的器具。即点，咱要继续来领受咱要用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咱同齐起立，用主祷文做咱的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你的话日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是互阮，下面阮的国有，像阮老下面国有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坐。今日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4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到34节，咱同齐来领受。现在我来读。佮讲西门，你看撒旦不爱得着恁。爱破恁亲像破灭，若是我有替你祈祷，互你的信无失落。你归正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彼得甲伊讲：主啊，我便甲你关落家，也甲你死。伊就讲：彼得啊，我甲你讲，今仔日鸡也袂啼，你要3摆毋认我。以上。伫即个圣的时刻，咱真欢喜，今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今日咱得到真好的车势，就是咱的医治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咱真欢喜看到伊要甲咱开听圣经的话是责备甲鼓励，责备甲鼓励。咱将以下的时间交予咱敬听的医治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搁见面啦！其实昨我有来咱的教会参加咱酋长老的公主宋恩的婚礼，而且真闹热，嘛甲咱恭喜甲酋长老恁夫恭喜。我昨来无出现伫咱的会场中，不过嘛有任务啦来照顾我的孙蔡老师甲牧师呢会当安尼专心来服侍。嘛，感染着咱的喜气安尼今仔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啥物叫做传播？啥物叫做大众传播？咱应该对这字面看，会当小可了解啦这个时代是一个传播的时代，所以我拄仔讲，啥物叫做传播？就是咱听到什么款的信息，所以透过讲话，透过影片，透过广播也好，也是即个电视，即摆才有真侪即款的短影音等等，这个拢是咧传达一个信息的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对着即个时代脚步，所以咱伫足久以前就成立即个大专传播中心，有一寡专业的人伫遐来制作，比如讲咱即摆有咧读新安讲每日读经无？有诶举手。新眼光无？无恁早起拢读啥物？活泼的生命，
不要紧啦，吼，拢有咧读圣经就好啊，吼。啊，为着要配合这个这是咱长老教会推动的读经运动，所以传播中心嘛有制作这个短影音，吼，你若上网去，吼，啊就会当看到。啊，这个传播中心在制作节目的爱经费无？当然爱啊，什么代志拢爱需要钱啦，吼。啊，这毋是商业诶电台，还是电视台，拢毋是，是主要就是咧帮助咱兄弟姊妹，帮助这个社会，吼。啊，特别咱即摆是 AI 的时代，对毋对？恁敢知影什么叫 AI？ 毋是 AI 哦，吼，人工智慧啦。啊，所以有真侪代志拢你毋知是真诶假，你知道？用 AI 来当制作，甲假信息吼，啊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了做假甲当做真呢，啊就去相信啊。所以咱传播中心嘛有做这个防诈、预防诈骗的这个传播的影片吼。好啊，伫我讲到进前嘛，传播中心嘛有一个请安的影片吼，差不多2-3分钟吼。啊，包括遮个东港主委吼，因要甲咱讲几句话吼。好，不然即马请因上台，好无？吼，好，请东港来放送这个请安的影片台语版吼，多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眼光，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开始阅读一个新的书卷，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1节到第11节。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斯流月，对2021年伫疫情发展的时，我开始将新安讲读经的文字。真做影音，会当帮助无法度看，或者是无方便看，会当帮助因用听的方式来读西安讲读经。所以我将文字的手册用录音的方式，帮因甲内容读出来。啊，首先我会读上帝的话，了后阮读西安讲读经的写作的团队因所写的这个西安讲读经的内容，帮助因伫西安讲读经的过程中间。会当更较深明白上帝的话，我也感谢传播基金会，因真正投入真侪时间，将这个影片放伫基金会网站顶悬，会当互更较侪人通过基金会网站看见每日圣安讲的影片，真做更较侪人信仰的帮助。盼望这个文字的主讲会当继续通过网络传播到更较远的所在。更较侪的所在，会当互更较侪人得到帮助甲挖靠。各位所敬听的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在这个资讯复杂、科技变化真紧的时代，咱教会虽然面对真侪的挑战，但是上帝嘛赏赐真侪的机会，所以。愿积极咧制作真侪会通帮助互团体甲小组分享的教材，嘛有系统性的信徒教育影片。另外，我嘛真关心社会环境的变化。即阵啊，诈骗的手路是愈来愈多，真侪兄弟姊妹受到伤害，所以基金会特别制作反诈骗提醒的影片。这唔单单是资讯的传达，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保护咱的兄弟姊妹。传播基金会唔单单是一个媒体宣教的单位，也是要甲咱在座各位共同拍拼奋斗的好同工。伫台中传播中心奉献主日，诚恳邀请大家继续为着媒体宣教的事工代祷、关心甲奉献。
互团保基金会有够额的资源，继续开发遮更较多媒体宣教的教材、影片、甲软体。搁一遍感谢咱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互大家以马内利平安。咱多谢这个宋牧师哦，伊是基金会的董事长啊，伊特别呼吁咱大家为着这事工的经费来关心甲奉献吼。所以伫咱的手中拢有一个奉献地无，有吼，请咱莫砸断去吼，该奉献吼啊，内底阿妈尼哈，安尼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吼。好，愿主祝福咱的奉献，嘛诚做成就伊的事工。咱三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阮总会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阮为着这个事工来关心、大祷甲奉献。愿主祝福伫所有成就这个事工的同工，以及受益阮的会众甲社会，拢得到大的帮助。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好，今仔咱读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的2章，这是过偌济受难周的事有无？应该咱还有印象吼。耶稣甲伊学生的一个对话，特别是甲彼得伊的真得意的温度啦吼，的一个对话。我该用责备甲鼓励咱来做一个分享甲思考吼。咱拢会晓讲话无？你像讲不晓讲话人，伊嘛会晓讲话啊，迄叫什么？手语啦，哦。手不晓讲话，哦，咱叫咧哑巴嘛，吼。嘛要骂人呢？哎呀，哦，以前我有一个亲戚，哦，不晓讲话，毋过伊嘛用手语，伊也晓骂人，伊也看有无？哦，所以咱拢透过语言咱啦，来沟通啦。这个时代，哦，是一个沟通的时代啦，吼 ，communication， 吼 ，communication。哦，我要甲你表达什么，你要甲我表达什么，吼。所以无论是上亲密的夫妻，恁一工翁仔某有做咧讲话无？讲几分钟？小妈，小妈嘛是讲话对啦，嘿，意见沟通啦，吼，莫讲小妈，意见沟通，吼，嘿。迄个想看咱莫感觉好笑呢，有当有翁仔某无一定咧讲话呢，嘿，安尼，遮久无咧好好讲话啊，因为无用，厝内囡仔足侪无用的代志，吼，像爸囝、母囝、亲子的关系，或者是同工、同事，甚至是咱的顶司甲部属。还是讲伫政治上爱对话无？哎呀，为什么大家协商，对无？结果咱知影讲，这个时代沟通吼真困难，要互对方表达伊的感受，还是讲要互伊解释机会。毋过咱发现，拄则咱讲这人际关系啦，通常拢是。鼓励较济，还是责备较济？对，咱会长讲的吼，责备较济，责备赢过鼓励啦。古早有一个皇帝，迄是一个故事啦，也毋知什么皇帝，不过伊算真认真，真。有为啦，咧治理伊个国家，所以咱知影过去的皇帝拢是安讲世袭啦，老爸传互囝，囝传互孙，对无？即摆无共啊，这民主拢用选的，
所以咧，伊即个皇帝为着保护伊的囝，皇帝的囝叫做啥？太子，还是王子，对吧？吼，要互伊受更较好的教育，哇，就是将来会当继承伊的即个王位啦。伊就请一个老师精通即个经书，一个知名人士来做伊的即个太子的家庭教师，家教就对了。这个老师真严厉，真认真。太子若是学业有进步，哇，伊就该安那鼓励、学乐、美言安尼吼。不过若是退步，也是讲做毋对，伊嘛该适当的处罚，甲责备啦，管教。有一摆因为即个太子伊的功课退步了伤多啦，伤严重，所以即个老师就安那甲伊罚跪，罚跪伫迄个埕下中，光头白日咯，日正当中，日头赤呀呀，哇，日头拍甲啦，大粒瓜，细粒瓜呢，汗流浃背皇帝拄好位遐经过，看到伊的囝去互罚跪，心会疼无？那换做你会疼无？伊真无啥欢喜，随甲伊囡仔甲伊囝救起，随个念啥你知道？读册嘛是太子，无读册嘛是太子，无欢喜就对啦。言下之意就是讲叫皇帝这是安那代代相传嘛，对不对？那就读偌好，后摆我王位嘛是要传互我的囝，那就食这种苦啦。我说你是这老师，听到皇帝安尼讲安那，歹势，因为伊真无客气，该回两句。伫王的面前皇帝面前伊讲读册就是尧舜天子，无读册是结丢天子啦。节奏你知道咱捌读过历史尧舜算安那？好诶节奏咧，结丢歹。皇帝听了啦，哇，马上了解。恍然大悟，叫因囝搁安那跪咧，搁跪啊好，老师若无叫你起来，你绝对袂当起来。皇帝无见笑转受气愤，伊感觉老师讲了有理，所以这个太子后来继承王位了，虽然伊的政绩，伊的政治的成绩无比袂着迄个尧舜但是嘛，无真做结丢啦，节奏，亲像伊老爸共款，嘛真做一个有为的君王啦。后来，对这个故事，咱也想到着拄则咱读的圣经，路加22章31节到34节，这是耶稣甲伊学生彼得的对话，咱三个来思考责备甲鼓励的功课。要对这条圣经，咱来深深来看到耶稣甲彼得对话中间，互咱看到耶稣伊真正了解人的本性。伊捌，伊知影人，因为伊本身嘛是人知道？耶稣毋是半神半人，伊嘛真实的上帝，伊嘛是完全的人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耶稣伊看到彼得伊的优点、缺点，人有优点无？嘛一定有缺点，对不对？无迄个十全的啦，既然若是人，咱拢会了解讲，咱人拢有优点，嘛的确有缺点。所以对因两个人的对话中间，咱看到耶稣对咱的听。有真大的启示啦，
咱来看迄个过程甲含义，大声，咱来看耶稣安那对彼得讲，有无？伊甲彼得讲32，31节遐，主搁讲西门，有无？西门就是彼得另外一个名啦，我拄仔捌一个西门，小生，你英文名叫西门，西蒙是无？毋是哦，安尼可能名称也讲毋对，好，伊像我今日要讲到这啦，伊安尼讲撒旦想要安那得着恁，耶稣敢若先知咧伊看透人的心啦，伊知影彼得会有撒旦试探嘛，所以毋知讲撒旦要得着恁，试探了后，彼得会跋倒无？会。总是彼得平息气安尼讲，来，彼得讲主啊，第一项我若便甲你关落监，嘛要甲你死，有够出无？有呢，对吧？要说你若唔关，我嘛甲你便，互人关，你若爱死，我嘛对你死。那做耶稣会欢喜无？哇，安尼无，较早我有足听你安尼袂歹。毋过咱知影伫即个进程，学生的中间彼此咧争论咧相争，啥物人要做大有无？啥人要做大？彼得讲起来是算安那血气方刚啊，真安那色性的人，逐个拢要冲大声啦！彼得想要表现伊迄个领袖的气质，所以当伊开口的，开口这个话时阵有无？耶稣轻轻安尼甲伊责备，4节，耶稣无生气讲彼得啊，我甲你讲，今仔日鸡还未啼啦，你要3摆毋认我，有言家呢，毋过虽然责备耶稣，无因为伊的软弱就甲伊放弃。煞接，头前32节啦，伊都有讲啊，咱搁看拄则啊，32节，伊安怎讲？若是我有替你祈祷，互你的信安那无失落，你归正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啦。他说已经先有言安尼讲，你要3摆毋认我，毋过我会替你祈祷，互你无失去信心，你就以后爱坚固你的兄弟。后来虽然对这段简单的对话中间，咱看到主的疼，互咱各种的器官，毋是要爱咱亲像伊共款，互咱拢会晓对别人的鼓励，也是讲责备，这是基督徒甲人相处的事，咱应该有的态度啦。好来，所以伫人际关系中间，咱有3种无共款的认知啦，咱来学习，嘛来了解。头前，咱拢真爱责备别人，你有认同无？你讲学了较济，还是鼓励较济，还是责备较济？有一个教育学者提醒咱，讲囡仔、父母甲囡仔的谈话中间啦，咱做父母拢有咱的囡仔，敢毋是？咱来反省看卖，不管你的囡仔怎么老大汉，10句的中间，10句差不多有7、8句欣赏甲鼓励的话，只有1、2句提醒甲责备，这是教育学家讲的啦，应该是安尼才正常啦。毋过伊讲安那，咱做父母的拢安那倒饼，就是7、8句拢是责备，1、2句才安那，该学了鼓励。
你知道这是咱的缺点啦，吼。所以要说安怎讲？讲为什么你无看到你兄弟目睭内的草啊油、木屑，却无想到家己目睭内的盐啊、茶、良木、草油较济、较大较细，较细啊，作油看有，毋过你拢安那看无家己的缺点，拢看到别人的啥缺点，佫甲伊放大，安尼。所以咱常常去批评人的缺点。忽略了人的优点，譬如讲，咱台湾人啦对较青分的人，也是讲粗见面的人，拢安那，也是讲人客，咱拢会较客气，对不对？讲的拢较客气，较有礼貌。毋过若对咱家己较亲的人啦。比如你的爸母啦，你的囡仔啦，你的什么人啦，兄哥啦，小弟啦，对无？你的囝啦，你的查某囝啦，尤其是先生甲太太，讲的拢无咧客气的，较袂晓表达感谢甲欣赏。所以有人讲到台湾人拢较避暑啦，较袂晓表达啦。毋过咱若开喙骂人安那？毋免拍鼓，你骂人拢真顺遂，是吧？飘就出来，所以咱民族一种的病态，就是讲咱较袂晓讲欣赏、鼓励、积极话，毋过责备骂人话，咱真老讲，真顺遂。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多布森。这个博士伊有一个著作叫做《Dare to Discipline》我发音唔到准就是讲敢于纪律啦，伫即本册内面，伊咧检讨今仔日美国的社会啦，因为美国人嘛，伊讲父母甲老师爱常常对囡仔。对伊的子女讲 yes， 较毋敢讲 no。所以美国社会家庭充满各种的危机啦。这个作者伊讲，你要勇敢甲你的囡仔讲 no， 毋对，你做毋对啊！来操练伊的囝会晓判断是非甲正确，毋是毋通责备，毋是讲囡仔拢袂使责备。是要安怎学习正备？因为错误的责备会去伤着人，会去伤着子女的尊严啦。所以意思讲爱勇敢甲伊讲你毋对，才互伊知影倒位毋对，较毋是讲开喙就甲骂，互伊嘛毋知讲你是咧骂我啥物，你了解？所以讲 dare to discipline 有一个教授有咧观察咱欧美，就是欧美的父母甲咱台湾人的父母无共的所在。譬如讲，咱台湾人的父母若看到咱的囡仔甲人冤家相拍，会受伤无？加减会受伤对无？转来时阵安怎？咱拢随共家啦，甲咱的囝责备，谁人甲人冤家？我着搁甲修理啊！伊着本来着着伤，你搁甲修理，伊就走你足啊！伊讲后尾的父母袂安尼啦，伊看到囡仔受伤，转来先甲伊摸者，抱一抱，然后咱问讲你是安怎受伤？问伊原因啦。若是为了正义啦，这囡仔讲我着看到这个同学咧欺负别人啊，我看袂过，所以我着拍伊安尼啊，所以甲伊冤家安尼，这个叫做为了正义啦，父母。袂感觉，变做安怎？甲伊鼓励，甲伊肯定，你安尼做真好，有国正义的心，对不对？毋过咱台湾人无共囡仔若是共款做共款代志，你食饱伤用，对无？管人用啊事，所以咱台湾人有正义感的人就愈来愈少啊。咱的社会恶势力就愈来愈安怎？嚣张啦，唱秋啊啦，这就是咱责备了毋对，嘛常常甲咱的
囡仔，咱的子女的正义感，甲伊赶走啊！莫怪咱的社会充满侪的不义啦，这个咱教育的心态有关系。好，所以这个罗伯森在讲，勇敢 say no， 那是唔对的代志，咱来会知。第二，咱来学习就是人人需要鼓励，咱做讲来，人人需要鼓励。什么叫做鼓励？鼓励人是对人有帮助的。你看耶稣，伊知影彼得有伊人生的软弱，所以先来讲，你会3摆啊啦，唔认我。但是，要讲因为耶稣知影了后，就不爱插伊啊。伊愿甲伊鼓励有无？因为彼得是耶稣上听学生嘛，耶稣捌将天国的锁匙啊啦交代互伊啊。耶稣问讲：恁讲人子是几罪有无？我是谁？人子是谁？是甚物人？啊！别个学生讲你是先知其中的一位啦，你是以利亚，你是只有彼得讲啥？哇！你是仰望上帝的囝，是基督。bingo！ 哦，你答对了。耶稣该学了。佮将天国的锁匙啊交代互伊啊！哦，这就是表示彼得有伊强的一面啊，对不对？伊跟对耶稣3年久，伊当知影，毋过彼得嘛有伊的软弱的一面呢。彼得是一个算领袖的人物嘛。耶稣互掠时，伊想讲啊，大海啊，第二一定是我，是吧？所以会惊无？会啊！哦，咱在过去摆发生伫高雄迄个美丽的事件有无？有真侪人去街头，哦，去抗议。迄个时阵，台南新南有真侪老师、学生拢去行街头。哇！侦报警察就是这个人拢起来拉起来，有人掠无着，紧走去秘伫落山顶，秘诚久，因啦，迄个人警备全部拢有名单嘛，哦，拢有名单啊，所以就比较啊，过一阵啊，避风头，啊，再个出来，迄是捌一个牧师甲我讲的啦，哦，我毋是台南县的人，嘿啦。所以我来台南是可能嘛会去，嘛会去支援啦吼。啊，所以彼得嘛是会惊，耶稣去互掠去啊。有无？耶稣定讲人子会互掠，会互受掠，佮受苦、受死。彼得啊啦，讲先生啊，毋通啦，你莫做种恶代志啦，吼，对无？较扭。彼得再个耶稣再讲，撒旦摕去，对吧？所以咧，这是伊的软弱。毋过耶稣鼓励伊提醒，袂抵到伫失败跋倒了安那自暴自弃啊！咱知影，什么人出卖耶稣？犹大啊，对不对？啊，犹大想讲，安尼看耶稣会甲伊刺激者好来革命，结果无，耶稣。乖乖互掠，互顶十字架，有影？犹大有摕到30两银啊，到尾伊后悔有无？去买一个血铲，家己自杀。啊，这叫做自暴自弃啦。毋过，彼得无共。好，咱看旧约圣经真侪所在记载，耶和华上帝常用鼓励先知甲君王。对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上帝亲像老爸对囝儿讲话，比如讲约书亚讲，你着刚强壮胆，无得惊，无得论，因为你无能够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拢袂甲你安那三脚地地。好，你看上帝呼召摩西，伫迄个旷野的时有无？
伊看到一个记号，文而不废，弃票互火烧。然后有声讲你倒转去埃及，带我的百姓出来。摩西提示啦，我嘴齿真钝啦，我无啥物口才，莫啦，哦，甲上帝提示呢。上帝讲你去，我要赐你口才，只是你所着讲的话啊，哦，出来就去4章12节啊。而且伊个安那差派伊兄哥亚伦，我讲我会差派你兄哥亚伦帮助你，所以上帝用实际行动来鼓励摩西啊。咱看旧约圣经，通常拢记载上帝会受气，对无？责备甚至责罚、刑罚以色列百姓，因安那，这百姓拢去拜偶像，离开上帝。不过伊鼓励较侪责备啦，耶和华是鼓励人的上帝。今仔日咱做伫基督徒，咱嘛应该学习怎样鼓励别人。你看保罗鼓励提摩太，嘛肯定欣赏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咱做念来。我逐摆，咱用国语读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咱的上帝，就感谢我的神啊。保罗写配合提摩太教会讲，我若逐摆想念恁的事，我就安那感谢我的上帝啦，用肯定来鼓励因啦。这种的鼓励就是安那积极欣赏。建立别人，像我即马较无来咱泸州教会，毋过我逐摆若咧想咱的事，我就安那为咱祈祷，为咱泸州教会的现在甲未来来祈祷，过去都好过去啊！我相信咱的教会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阿免。好，心理学家有咧讲人格成长，有2个因素对咱影响。头前就是别人对你的期待，比如讲父母、亲人对咱的期待。做父母，毋茫讲你后摆要讲做啥物款的人，有无？你捌甲你的囡仔讲后摆你爱做啥物无？检查会啦。我嘛捌问阮阿孙讲，以后你要当什么？我就互伊讲，伊讲足侪，安尼，表示讲伊有理想，咱做阿公阿嬷，做人的父母，咱检查有期待，毋过有当时这种期待嘛影响咱嘛，你知道？做医生拢毋茫伊囝以后嘛当安那，做医生是不是？做牧师咧？嘛讲伊做牧师，不一定啦，不一定。这要看上帝安怎带领伊。第二个就是自我的期待，你家己对家己期待。咱以前读小学前拢爱作文讲，我的立志，我以前拢爱写，我立志将来要当蒋总统。我你在笑，因为蒋总统是伟人啊。可是对不起，蒋总统只有1位、2位而已，2位姓蒋的，因为虽然唔知影，我感觉那个好伟大，对不对？好来，所以你家己对家己期待嘛，影响你的成长呢。同款，咱做基督徒嘛要互相激励咱的人生，对不对？夫妇中间嘛要学习多看对方的优点呐。你某有水无？有娘啊？水啦，无水你要带伊，对不对？还有缺点无？咱无经过思考就讲有。我跟伊讲实话啦，啥物人无缺点？毋过安那还是多看对方的优点、优点，所以有一个翁仔某冤家无？毋过咱有一句话，床头弯，床尾就爱好啦。
受气毋通到日落，知毋知？欣赏对方的优点，对方的缺点，睁一眼闭一眼，顺了就过啊，安尼才会当避免婚姻的危机啦。所以有人讲，这是嘛是心理学家讲啊，你若要责备别人的时阵来受气哦，责备拢上受气嘛。你要先3摆深呼吸。来，咱做深呼吸者。这对心脏袂歹呢。有当下练习者。不过毋好伫街仔路遐深呼吸啊，空气足歹，对吧？污染伫迄个清新的空气内面。讲你要受气，第一摆深呼吸，了后要怎？你想看觅，我需要开喙责备吗？要骂恁某进前先深呼吸者，讲我有需要开喙甲伊责备？后来想看觅，这个第二摆，好，若是真正爱开喙哦，我要骂了，毋知有啥物影响无？你要想看迄效果哦，可能你以后无通食，衫家己洗啊，想看迄效果哦。第3摆，搁深呼吸，若想我若无眠，我会挡袂牢啦。我一定爱开喙啦。我一定爱讲一下。毋过你爱想讲，我要用啥物较婉转的话，伊听较会落的话来甲伊讲，你知无？迄是毋是讲经过3摆深呼吸了安那？通常都不爱讲啊，迄气就消啊。这步袂歹呢，等去试看觅。深呼吸。那一定爱受气，要责备。拄则讲啥？第一摆爱想讲，我讲需要开喙；第二摆爱想啥物？效果安怎？第3摆想我要讲啥物款的话？婉转的，温柔的。结果最后会讲无？气就消啊！好来，所以人需要鼓励啦。美丽姐在那里摇头，很难是不是？不会啦，好来，所以既然需要鼓励，咱就第3项学习怎样鼓励别人啦，学习如何鼓励别人。鼓励也是又要学习呢，真的啊。咱拄仔讲骂人做顺嘴对不？不用写稿子，不用打稿，要鼓励人呢，没那么容易啦。都要学习啦。所以你看耶稣鼓励彼得交代一个使命有无？伊讲我已经替你祈求，互你的信安那无失落。叫你的信心没有失落，没有失去信心，所以为人祈祷，为人代祷就是上好的鼓励啦。恁捌替牧师祈祷无？较少无啊，牧师咱嘛是替人祈祷的。我有一摆载阮阿孙伫车顶，我咧甲伊开讲安尼瑞瑞啊，阿公阿嬷常常为你们祷告，也为你祷告。你会不会替阿公阿嬷祷告？你们大人自己祷告就好了。童言无忌啦，囡仔人，对吧？听嘛吃口水。你们自己会祷告啊？伊即摆读迄个幼新幼稚园等来落祈祷呢。食饭祈祷，我拢叫伊祈祷呢。祈祷落煞拍真的读教会学校有差啦，老师有咧教导所以有当时我会听到信徒甲我讲，牧师，我有替你祈祷咧，较早咧牧会时，我听了足感动的啦。你知道？我服侍遐济教会过，
到即摆嘛是有人讲啊，牧师伊若有拄着什么，就伫带内面讲，牧师为我祷告。我当然会替祈祷，我也讲你也要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祈祷。你知道？毋是讲啊，牧师我什么人拢找你，哦，啊牧师上帝甲你关系较好，为人祷告。这是真大的鼓励，所以鼓励别人是，咱来求圣神引带伊，加添伊气力，因为圣神就是安慰的灵，伊会伫人的心内做工，安慰人、鼓励人。我爸母讲话较无讲究啦，吼，就是讲不经过大脑。毋过对子女，所以有当时对子女的讲话拢伤过具体，吼，比如讲，甲你的囡仔讲，后摆你爱考着台大哦。啊，像你后摆嫁予医生哦，有无？这样思路会有真大压力无？呀，这种鼓励毋是建设性的鼓励，咱应该学习亲像耶稣共款。耶稣讲：“我为你祈祷。”伊敢若讲：“我为你祈祷。”祈祷说毋是讲啊，祈祷礼拜3摆毋是我，你较勇敢诶。伊知伊一定会毋是我啦。哦，毋过伊讲你伫归正了后，你跋倒了后，你爱起来，哦，你爱坚固你的兄弟，有无？伊求圣神带领伊，指导伊，怎样引带伊，共款。咱对做爸母的人，对咱的囡仔、子女共款，咱嘛求圣神来引带咱的子女成长，因为只有圣神上帝，只有咱的上帝才知影要怎样引带咱的囝儿、咱的子女，会当成长到什么款的地步？另外一方面，有当时咱会感觉真孤单，无人鼓励咱的是，咱嘛得学习自我鼓励啦，吼，自我鼓励啦，吼，这段圣经我都无读啊，吼，这是咧记载大别人甲亚玛力人交战的事。亚玛力人将城用火甲伊烧掉，掠城内所有妇人人甲大人囡仔。大别甲跟对伊的人倒来时就放声大哭，你知道？无气力啦。但是大别这个时阵，我阁邀我上帝，心内得到坚固啦。哦，伫第60个所在，大别真着急。哦，伊就讲，要用石头顶是大别，却我阁邀我伊的神啊，就是伊的灵。心内坚固，意思是啥物？伊记到上帝，坚固家己，就是咧鼓励家己，鼓励家己，就会当对困苦中间行出来，并且帮助别人啊。好，结论来讲，讲兄弟，咱一生拢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要怎样鼓励别人，建立别人，这就是咱听的见证。咱较毋是，伫教会内面嘛共款，咱咧侍奉上帝，咱较少责备啦。毋过咱通常拢会责备别人，啊，遐做无好，遐做无好。咱应该共肯定，共鼓励，是毋是咧？加载有你，多谢你。哦，像咱今仔上同学唱得好无？免拍鼓者。后摆伊唱了歌好，哦，这教起来拢千岁啊呢，啊，恁会想讲要加入无？会无？爱啦，还佫坐无甜的啊，哦，哎，哦，所以这就是鼓励啊，这就是听啊，哦，所以亲像保罗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安那讲，哦。讲兄弟啊，愿劝恁着警戒遐个无法度的人，哦，安慰遐个弱智的，扶持遐个软弱的，用宽容宽待正人啊。所以鼓励、扶持、警戒是基督徒的本分。哦，警戒毋是咧警告别人，是警戒家己。你听我说。看到别人的失错，咱来当作一个境界，哦，因为咱嘛有可能会
失错。所以咱着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这个功课是咱一生拢着学习的功课，咱着互相来建立，咱三家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通过耶稣甲彼得的对话，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责备甲鼓励。我们怎样学习鼓励别人？用鼓励来代替责备，当然嘛要适当来讲出人的毋对的所在，特别是父母甲子女的关系，互因会当行伫正确的道路。主，阮知影，阮拢是软弱的人，阮拢是有血气的人，都是求主帮助阮，伫阮软弱破倒了后，阮阁会当重新建立阮家己。会当鼓励别人来成就上帝你的心意，互阮的人生是光明的，是积极的，互阮的教会是充满温暖、充满上帝你的疼爱。阮特别为着这身躯欠亏还是欠慢的人来祈祷，主啊，因的软弱，因的痛疼，主你来医治因，主你来安慰因。然后，阮罗州教会真做一个充满听甲鼓励人的教会。主，你会听伫阮的中间，像主你鼓励彼得一样，阮也要互相建立、互相安慰、互相扶持、互相帮赞。愿你祝福伫阮蔡牧师以及所有的中职同工兄弟姊妹，互阮搁较相听。互阮的心你，阮成做一个听的教会，成做一个有见证、也有鼓励人的教会。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感谢于志牧师用信心的话来甲咱鼓励有真大，互咱得到真大的激励。这点咱来念529首回应诗，伫我救主荣光面前，兄弟咱同齐起立来念。
姐请坐。即条咱要来奉献。今日是咱总会的大众传播的中心奉献主日，拄则伊子牧师已经要甲咱传达这真重要的信息啊，也请咱大家为咱未来媒体的网络宣教事工的发展，继续咱来有份伫这事工，也邀请咱兄弟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支持。即条咱要来领受今日的金句，今日的金句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现在咱同齐来读两解。兄弟啊，阮劝恁着警戒遐个无法度的，安慰遐个睿智的，扶持遐个软正的，用宽容款待众人。搁一解哦，兄弟啊，阮劝恁着警戒遐个无法度的，安慰遐个睿智的，扶持遐个软弱的，用宽待众人。吼，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对，这是牧师伫拄则讲道中间殷殷切切甲咱提醒，吼，用鼓励，吼，来代表来代替这边，吼。啊，搁上重要，伊伫结论的时阵有甲咱鼓励甲提醒，吼，鼓励别人，建立别人，这是基督徒听的见证，吼。阿免，吼，咱伫遮咱就是听主的话，吼，啊学习，啊搁来甲伊做出来，吼，这是上帝的欢喜，吼。啊，今日吼，咱真欢喜，咱即中间有咱的新朋友来甲咱中间，咱的新朋友有一个萧逸谦先生，逸谦先生，逸谦先生住伫立街乡，吼，对，真欢喜，吼，伊是原本是伫成功教会，吼。陈全华小姐，陈全华女士，全华嘛住伫信义路金分吼，搁一位哦，咱搁有一位新朋友哦，叫做郑华在哪里？哇，太棒了！啊，我们真欢喜哈，咱有3位新朋友来到咱中间哈，啊来，咱来是不是？咱来，啊？纽西兰回来吼，哇！伊夫妇来同齐来了，来，咱用听，互咱做机会，让做来唱哦吼，咱去做机会，听互咱做机会，兄弟，听互咱大家听做机会，听互咱做机会，哇！真感谢上帝恩典吼。会
当互咱的新朋友行伫咱中间。煞只咱伫个会校的时阵，才邀请招待组的招待的同工吼，咱其他团契，咱已经看到咱新朋友的属性吼，咱同齐团契同工，咱嘛同齐来甲欢迎吼，甲因接待吼。好，煞只咱要来先开咱的周报吼，咱来看咱今日的报告吼。来今日总会本会消息吼，咱拄则有讲着讲，今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感谢咱兄姐为所需要的经费，咱关心大道甲奉献支持。啊，中昼呢12点到1点半，关怀服务组的会议伫1楼。啊，1点半到3点吼，召开小会吼。啊，另外第4点吼，咱原本是定伫5月初2吼，下晡伫遮过节互相举行性别礼拜，即嘛改做4月30，就是即礼拜是暗时8点吼。那邀请就是中一同工之外啊，咱友谊的兄弟，咱同齐做伙来甲关心吼。啊另外就是5月初2吼，就是即礼拜六，搁来即礼拜六吼。暗时6点45分，基础乐理培训班吼，啊，请同学吼，参与训练的同学完成作业吼。其实吼，顶4月份就是即月份嘛是连假，啊，大家佫足踊跃出席的啦吼。啊，即马吼5月2号嘛是连假吼，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火热的心吼，会踊跃的出席吼。啊，咱吼就是甲遮同学吼，安尼真用心伫学习吼，大家安尼有一个较无的心，要用诗歌、用音乐、用旋律来学乐上帝吼，这是对每一个兄弟来真大的鼓励。啊，咱嘛真感谢吼，办理的课程的老师同工吼，啊，甲咱助理吼，礼拜做因会伫即种心血吼，咱来甲因鼓励吼。就是像拄则牧师讲的吼，事工会当得到确定，拢是靠大家伫个基督中吼，伫个鼓励中坚固吼。好，啊，搁来5月3日就是下主日吼，下主日12点到1点半召开定期的中集会吼。啊，中集会煞1点半吼，就邀请神学院的陈文秀老师。好，来专题陈秀文老师，好，陈秀文老师，来专题私会训练甲礼拜程序的意义，哈，敬请长职同工团契的会长、敬拜团信歌队同工共同来参加，哈，啊，大家为这代志，咱来备办心，哈，啊也为所有的事工来继续带祷，哈。啊，另外就是吼，咱煞只，咱搁来就是咱的母亲节感恩礼拜即将要就是伫5月第2主日吼来办理。啊，迄天嘛有爱餐哦吼，真好。啊，咱即个时阵咱就要备办心吼，为这代志来带祷吼。啊，牧师娘吼特别吼邀请吼咱兄弟吼提供咱家己甲母亲的合照，交到咱牧师娘遐吼，啊母亲节迄天咱会播放影片吼，所以咱也为即件代志，咱来祈祷吼，啊也为咱迄天会当邀请吼你的朋友来到遮分享母亲节的喜乐吼，因为咱迄天有爱餐，啊过来就是讲有当你来教会，啊你的妈妈无甲你来，咱嘛甲邀请安尼是吼。这真好，也是讲你感觉足有意义的人，伊敢若你的母亲，你甲邀请来吼，互咱迄天诚做咱伫个厝内底，伫个厅内底吼，会大团圆安尼吼。好，啊搁另外吼，第9点就是每礼拜3暗时的读经祷告会，咱大家踊跃来参加吼。即礼拜的进度就是创世纪16章吼。啊，其实吼会当来参加拢是稳定，啊，佫真侪人，比如讲暗时佫有会议，也是讲佫有工作无法度来吼，所以你若有法度来，这是一个大稳定，咱来把握机会来吼。啊，第10点就是社区的合唱团，即马吼要到期吼，第10期要佫招生吼。
每周二下午2点20到3点30分一期是12届500块咱不限男女只要你爱唱歌的朋友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报名是洽团长方月姐妹，方月姐妹再跟大家挥挥手一下咱大家无论男女只要想要唱歌，然后呢爱唱歌，希望唱得更好，不论是诗歌或者是你喜爱的歌，我们都可以来报名另外呢就是那个1楼的沙发区，那请同工咱小等咱同齐来协助新人就座请咱三位新朋友小等来到1楼咱来就座，甲阮同齐继续交易有拄则讲过4月30已经交代过，多谢。即马秀兰长老佫特别甲我提醒4月30号嘉贵姐迄个因兜的性别礼拜伫咧倒一天？4月30对吧？礼拜4对吧？暗时8点所以爱记咱拄则有讲着主报是写5月初2，但是实际上是4月30安尼好吧？大家爱记好，咱嘛为嘉贵姐代祷互即个性别礼拜诚做嘉贵姐因兜福音进入的大祝福，互伊的家庭性命每一个人的信仰性命的日程拢会当改变。咱即点咱咧甲嘉贵姐鼓励伊伫咧厝内底那有安尼是做工做羊，互伊的翁婿看到信仰的水嘛继续为即个家庭来祈祷好，那顶礼拜建成甲君汉毋知有来无？好，建成君汉哇，再鼓励一下咱咧兄弟团契爱继续来邀请对吧？是毋是带爸爸来的意义就是要甲伊带入来咱兄弟团契所以兄弟团契的人继续虽然爱继续来关心好，那煞占互咱兄弟团契今日第一礼拜煞伫1楼举行所以邀请建成恁爱留来参加咱的兄弟团契同心团契主理嘛要例会因为因伫咧母亲节的礼拜迄天因拄着庆祝会，所以因提早由荣珍长老来主理主题是向神就是向神说话的书就是诗篇。然后另外提起青少年团契，咱嘛是做一个青少年团契的时间咱大家该关心，但是咱嘛是做一个广告啦就是厝内底青少年拢该带出来每礼拜暗时每礼拜六暗时是7点若第一个主理因为拄着迄个乐理的训练所以就改做7点半来那个请安邦挥挥手来请跟让大家认识你一下咱爱来将咱的青少年团契拢该带来安邦接大家好另外咱佫足有活力的代志咱助理迄个即马咧办理书包图案设计比赛作品的主题是主日学的生活用 A4 的纸作画到5月176月份的时阵，因会踮咧儿主的 FB 办理投票活动恁感觉有活泼无？有所以咱助理青少年团契，佮每一个团契拢活泼的向前走咱来为遮代志感谢上帝恩典，嘛爱像咱拄则牧师教咱讲的继续甲因鼓励带祷好，以上报告到遮，毋知佫有啥物代志要提起的无？若无咱即点咱来吟尾变诗397首。吟诗煞，咱请咱的牧师为咱来祝祷，来兄弟咱同齐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来，祝你团。
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你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的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对这时的教应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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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默祷闭会。